你。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，会当对主来同行。不管是伫生活中，也是伫工作、学校，咱所拄着的困难，拢求主来帮助。嘛主来献上感谢甲学乐，感谢主伫即礼拜的保守甲带领，嘛感谢主无限的稳定甲慈爱。咱即马为着即两项事，咱主来祈祷。主必听堂的慈悲上帝，感谢你，将阮家己的需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阮未来的道路，会当对主来同行。不管是伫生活中、工作还是学校，拢会当用主你所要指示的道路来行。也求你，互咱甲同在之间，会当遇到主你的祝福。求你也看顾咱的家庭，时时刻刻拢主你甲阮同在，拄着困的时，拢会当倚靠你。嘛感谢你，伫阮软弱时，就做咱的力量，嘛为咱准备未来的道路。嘛感谢你，对阮无限的稳定甲慈爱。你是公义、信实、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感谢你，陪伴伫阮的身边，也所安排的一切。主感谢你。再者，咱嘛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教会，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主，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，愿意互受造就，热心传福音来祈祷。咱只是做伙开声，来为教会甲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愿将阮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你帮助教会，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也成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教会。互咱能更较明白你、亲近你，我们更深挖靠伫你的同在。咱嘛为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的听充满伫因的心中，互咱会当彼此相听，亲像你也安尼相听咱。也帮助阮教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，热心传福音，互众人认出阮是上帝的门徒。这些
阮的教会的牧师、中职、甲小组长，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活命、甲健康来祈祷。咱做伙开声来为着教会牧师来着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求你赐了智慧，伫咱教会的牧师、牧师、小牧师、詹牧师夫妇、中职、小组长，以及所有的同工的亲像，互因来服侍，会着伫着主你的恩典，所做的工拢顺利，也会当来荣耀你的名，也求主看顾因的出入平安，拢有主你甲因同在，因为你是因的盾牌，是因的避难所，是阮安全的源头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最后，咱嘛为今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求主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，拢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。嘛为今日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，求主安静咱的心，互咱能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。咱为今日的礼拜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求你的灵着光照伫咱今日的礼拜中，也甲阮同在，互咱会当领受你的话语。求你更用你的话圣灵来充满咱，更新咱所有兄弟姊妹。求你安静咱的心，也拍开阮心灵的耳，互咱能听到你的声音，并照着你的话语来行。咱的祈祷是奉告主耶稣的名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听阮呼求的声，能将阮的祈祷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咱的祈祷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无声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令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听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令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听。令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听。令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听。伫马太福音第4章19节，安尼记载讲，耶稣就甲因的门徒讲：来对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讨鱼的。兄弟姊妹，即时如果你若愿意对主来同行，安尼我邀请恁为做一件起立，来做伙来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
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你的话念我心，让我无不忘的心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疼点我心，让我无外靠的心，予我不忘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他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他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的信息你到满